嗨，大家好。首先要给大家唱两句：恭喜呀，恭喜呀，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老师，新年还没到啦，你就在唱恭喜啊？不是的，同学，恭喜这两个字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是我们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频道突破1万人的好日子啊！这个好消息呢，这个成果都来自于大家的支持和鼓励。长期以来，再一次感谢大家，1万人呢，1万人，那个叫我来，徛咧阮兜边啊，迄个小学的操场吼。唔知起来落去无吼？我下昼讲到这件代志的时候，我教室里面学生就笑我，老师站不下去啦！你甲想嘛，一台游览车若载50个人，爱200台呢，哇，200台的游览车拢载50个好朋友吼，来咱做伙徛到顶点的运动场来，唔知什么局面吼，足向往的啦吼，有一天希望会当。甲所有好朋友拢来见面哈，所以今仔日呢，我特别制作了一个专题。我们不唱歌，我们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下一个很多这个我们资深公民的那个长辈姐姐妹妹大哥大姐来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老师。我拢毋捌咧唱歌的呢吼，是一首歌要安怎赶紧会当甲学好吼，会当学甲会晓唱吼。我以前毋捌咧唱歌吼，嘛毋捌咧听歌呢吼。同学、大哥哥、大姐姐，这件代志吼，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吼，就是我们怎么样把一首歌曲来学好，快速的学好。第一，就是爱听好识。另外一件代志要做好，你要做好熟手才会好，对不对？对，一首歌要唱得好，也是我们要熟悉旋律咱莫赶紧要唱，先把迄首歌呢，先叫出来听1摆、20摆、30摆，真正听了侪摆，当然啦，咱即马资深了呢较有岁记忆较无遐尼好人少年的可能听3摆就足有印象咱可能也听较侪摆。所以我们善用琐碎的懒散的遐时间，甲摕来听，先甲听，甲手机拍开，迄首歌甲叫出来，甲叫听好些。什么是懒散的时间、琐碎时间？比如讲，我伫咧厝里做家事我在吸地我在煮饭那个噪音比较大，对不对？我就不开收音机。那我在晾衣服我在叠衣服，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那是不是比较没有噪音？对。这个时候呢，我就甲手机迄首歌音乐叫出来叫伊上班我就定定听迄个旋律，甲听好识，听好识了后呢咱才来念这个歌词啦咱歌词呢，我嘛真罕咧一个都用念的我拢呢用，我很少我所谓的很少用念的，就是说我真罕咧一开始就来唱歌都来唱歌念歌我都是用读的，为什么？譬如说我们前一阵子教过的这个红杯杯休假千情请别再说你爱我，这最让我心痛的一句那个有的呢国语比较不轮转的同学的一句不是啦，哥哥、大哥、大姐的一句啦我个人觉得虽然我的国语没有那么的好啦我的飞机、飞轮机甲灰色的飞机定定分袂清楚安尼支诗甲主词我拢搞不清楚不过你看的一句这个语你嘴巴要尖起来才会句那个的一季那个是春季、夏季的季这个呢，因为你从口型就可以改正，我们慢慢来要求自己做改正。那你应该而且我在歌谱上面，我的空音口尾尖音口从下面嘴巴尖起来的一句，你若是安尼这么认真、这么拼死、这么努力的改正自己呢，相信有一天你的国语一定会字正腔圆。台语呢，台语足侪长音的尤其呢，比如讲呢，我以
当前一阵嘛唱过即红豆汤哦，尖仔门小姐红豆汤来甲大家做示范吼。比如讲伊的转音，来我唱一下呢。阮的红豆无掺糖，阮的红豆是正的无掺糖的啦吼。啊，但是呢，恁若是无转音会安怎？阮的红豆无掺糖，大哥你听有无？阮的红豆无掺糖是大的啦，那个麻酱面是干的，不是阳春面是汤的哦。那你看，因为你没有转音，你的疼就变成汤，这个时候就发现呢，转音多么的重要啊，多么的重要。所以呢，我们跟着念的时候，先个转音啊，先个国字哈，支吃诗啊，飞机飞机给它念对哈，啊这个。台语歌呢吼，红豆汤甲念啊无掺糖，甲念啊好哈，安尼最后咱才来开始唱歌啊，安尼这个旋律有色啊，吼，歌词嘛色啊，嘛你读好有色，咱最后才来开嘴来唱歌啊，搁再有吼，咱伫个吼适当的地方来换气，岳云老师的歌谱吼。伫网络上，大家拢有看到啦。我打一个勾勾拍勾啊，遐就是要换气，对不对？那有的人呢，因为伊的空气吼，伊气已经无够啊，无法度呢吼。阮的红豆无掺糖，你换气换太多呢吼，就会换得兵荒马乱。所以我们在唱歌的前面，你就要大口吸气。大口吸气是怎样？嘴巴跟鼻子一起吸，好来一起吸。阮的红豆，然后这个核心要 hold 住啊，巴肚爱甲顶力吼，甲顶唔是脑顶力核心要 hold 住呢，肚子用一点力气这样你就可以唱得比较长啊。来，再来一次，大口吸气。阮的红豆无掺糖，安尼一句都 OK 啊，就唔免搁换开啊，对不对哈？所以呢，唱歌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哈，换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啦哈。好，那我们在练唱的时候呢，过来刷落咱就要练唱啊，对不对？请你大家爱注意，咱头前讲的旋律搁有节奏一拍。两拍有附点无附点，这拢爱注意。搁有咱刚刚讲的，不要支吃诗跟支吃诗哈，下气哈，下去变成下气，这个都要注意哈。还有你如果有唱谱的话哈，有跟着老师一起唱谱，那你的音准就会比较准还有换气，对不对？这几点地方都要注意哈。而且呢那个要养成习惯尽量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一边练唱一边甲录起来伊手机录音你会晓用无？若袂晓，较紧的去叫恁阿孙的甲你教一个若无叫隔壁迄个热情的阿姨大姐还是大哥，紧甲你指导一下，一定爱会晓用录音。为什么？咱若练歌，若甲录起来。你就会当听讲，你的旋律有准无？你的家字有正确无？你的 melody 有正确无？安尼你若听就知影即句拄啊唱毋对，我踮咧我的歌谱顶头做一个记号少等的即句呢咱头前后壁我拢唱对老师我敢爱搁练？毋免，同学，你问即个问题非常的好，我就是安尼，我拢。头前后壁我既然足熟的，敢若迄两句唱毋对对，我就练迄两句，集中火力练迄两句，练20摆、30摆，毋免啦。安尼唱足烦的，对不对？我会使唱5摆，唱5摆了后，感觉有较熟我按头前搁唱搁甲录起来，对不对？哎哟，嘛是讲毋对，搁甲唱5摆安尼含拄加计就10摆安尼，搁甲唱，搁甲录，哎呀，歹势又。有一个地方又错了你再录再唱再录，你这样子我本来要唱20遍，我分开成3次4次来唱，还是唱了20遍，可是比较不会觉得好烦对不对？也比较不会觉得很累，对不对可是你经过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多练习，再熟悉再熟悉，一定会渐入佳境，这样就能够把一首歌练好。好，来。最后有一个问题，我要请教大家：
咱伫教室上课的时阵，吼，咱若是伫上课上完吼，有时啊过当礼拜或者是当天吼，老师拢会叫咱一个一个，甚至两个起来练习，对不对？吼，起来咱若讲较。这个官方的文字讲起来验收啦哈，我拢尽量莫讲吼验收啦吼，安尼袂输要验收作业，大家拢有压力呢吼，一个叫一个起来演唱啦哈，同学大哥大姐，我要安尼请教大家哦，其他的同学伫演唱的时阵，你咧创啥？老师，我吼。今日小等来轮到我吼，我会忘词啊，我会紧张哦，所以我嘛缀咧，大家吼一直伫咧唱，对，很棒。啊，毋过啊，你目睭咧看到，老师看紧无看电视啊？好，非常棒，这个动作非常棒啊，这就是进步的另一种办法啊，另一种这个努力的方式啊。但是我要搁请教你，啊，你若唱毋对时，电视的音幕会甲你讲无？那边呢？那就是啦。那你要看哪里，你才知道你唱错了，你才可能会发现。好，你若是无标准答案的，我甲你建议，就是你会使看你的歌谱。你的歌谱是毋是拢有做记号？遮都爱唱较长，遐爱唱较短，遮有附点，即搭爱长音。有呢，老师我有呢。啊，对啊。啊，所以你若唱到遐，你若唱毋对的时，你家己搁听你的录音的时阵，你会发现无？那就对了。所以，咱若伫咧教室唱歌的时阵，我真慎重的真郑重的很严肃的跟大家建议，请尽量不要看 monitor 毋是表示恁的电视伤细大，看了目睭会受伤，毋是，因为电视袂甲你讲你唱毋对。但是你看歌谱，他会告诉你你唱错了那这样子多次的练习那个经过你自己有做笔记，你看你的课本，发现自己的错误，也是重大的进步之一无以前我唱毋对，我拢毋知，我即马干了看谱，我就知影我拄仔遮唱毋对，安尼是毋是真进步？对，这样不但鼓励了我们而且你发现自己的错误，你就会在下一次更努力的把它改进。当然，下一次你不一定能改进，为什么？因为我紧张因为我气无够所以我嘛是搁唱唔对。对但是呢，各位同学，我们要大家互相鼓励。不要因为我明明知道错，我还是唱错，我就泄气，无迄个代志啦。若大家拢做代志拢遮尔，唱歌拢遮尔简单，大家嘛江蕙，大家嘛张清芳对不对对，我们这个已经都是资深公民了，大家唱歌开心快乐就好，不要把自己搞得很累以上呢就是简单甲大家介绍你安怎赶紧紧都会当甲一首歌唱了较好较快进步的办法之一祝大家每天拢开心欢唱，练唱愉快，咱下次再见，拜拜。